嚟到深圳嘅山水田園酒店啊，嚟到度假村，除咗有溫泉之外咧，仲有各式各樣嘅遊樂設施。今日就帶大家一去睇一睇啦。嚟到深圳觀瀾湖嘅山水田園，除咗話享受田園美景之外，一個氛圍感滿滿嘅溫泉區一定係必備之選。喺我嘅旅行團裏邊咧，會帶住一眾嘅團友嚟到呢度，享受超過35種唔同功效嘅溫泉啦。喺我身後嘅咧就係嚟到我哋嘅湯泉嘅入口啦。咁喺裏邊咧會有超過35款嘅唔同功效嘅湯泉啦。參加咗我哋旅行團嘅各位朋友仔，日月咧一個價錢浸到夠啊！一出到酒店房啦，有一個咁巨型嘅露台啦，欣賞住呢一個優美嘅湖景，心情啊都靚好多啊！KLD 讓你安心交友，高效配對。